大家好啊！2026年1月26星期一，又有好消息啦！北部規劃地靜建築提速，圖則縮短至45天過關。OK， 咁至少80%經新機制處理項目，規劃處爭取半年內完成審議，即係加快速度去起嗰啲建築物。OK， 咁當然包括就起大學啦，係咪啊？北到多項大型發展項目未來幾年陸續上馬，會精簡嗰個發展管理嘅程序。OK， 咁一般嘅圖則呢，審批嘅時間由60天呢加快到45天，即係減咗25% 嘅時間係嘛？咁好緊要喎。OK， 即係快咗1/4嘅時間。OK， 咁就新制定嘅內部監察同埋高層介入嘅機制呢，咁咧適用於北都嗰啲咁嘅大型發展項目，即係包括咗呢新科技、教育、醫療，支援北部嘅產業導向嘅策略。OK， 係嘛？呢個又係將香港發展成一個國際教育中心呢，利好嘅消息，係甚至係一個行動。OK， 希望逐步邁向成功。